鳌拜与另外几位议政大臣不同，他是武将出身，是靠着赫赫战功破格封王的。这与郑亲王他们本来就是旗主重臣不同。再说，皇额娘救过鳌拜的命，鳌拜最忠君，鳌拜平日里对皇额娘更是忠心无比，所以我们只要说服鳌拜同意交印，这样的话，其他议政大臣只好妥协。皇帝想的有道理，可太过于乐观。刚才鳌拜对额娘的态度虽然十分恭敬，但也是明确坚定。况且鳌拜跟郑亲王在很多事情上利益是一致的，要说服鳌拜恐怕是万难。皇额娘，儿子认为，是否能避免这致命的凶？册封董小宛为皇后，也永远不会册封董小宛为皇贵妃。好，儿子答应皇额娘。还有一件事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皇帝绝对不能和董小宛生孩子。这件事情，儿子之前已经答应过皇额娘，皇额娘你就放心吧。王先生，他已经认输了，得到了教训，就放了他吧。训练一个武士，殊为不易呀。你们都听着，我是你们的主人，我花重金培训你们，是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成为无敌的武士。想成为无敌的武士，必须要有高强的武功和剑术，必须要知己知彼，战无不胜。这个武士，他狂妄自大，盲目轻敌，他的死是必然的。这个人不是武士中的高手，而是武士中的失败者。我杀了这个人，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的高手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金太医，朕问你件事。朕今日册封了董小宛为德妃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臣回皇上的话，这事儿臣已有耳闻。臣恭贺金太医，坐下说。臣不敢。金太医，朕当年是你接生的，朕和皇太后也是你给看的病。现在你年纪大了，朕许你坐下说话。臣谢过皇上。皇上，为何要问臣是否知道封妃之事啊？朕问你的不是这个事，朕要问的是，你给德妃用药避孕之事。皇上，臣是疯了。瞧把你紧张的。行，你就站着说吧。朕知道，你是奉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给德妃用的药。朕不也是一直在用你的药吗？这事朕不会对你有丝毫的责问，你可以放心。臣谢皇上天恩。臣的药对皇上和董主子，对德妃娘娘不会伤及身子。朕问你的不是这个，朕要知道的是，你给德妃用的药是让她完全不能生育，还是留有余地？臣回皇上的话，太后娘娘旨意不能伤了德妃娘娘的身子，所以臣的药力比较徐缓，但也能确保德妃娘娘不会怀孕。但是，这药若持续用上1年以上，德妃娘娘想再怀孕，怕是很难了。
你是说德妃停止用药，朕也停止用药，德妃也很难怀上孩子了？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金太医，朕来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朕的问题，是否有办法让德妃重新怀上孩子？这个，你照实跟朕说。皇上，臣有秘药，可以慢慢化解如今所用之药的药力。朕明白了。金太医，今日朕和你的谈话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，包括皇额娘，否则朕便治你的罪。眼下该用的药你照用，太后那里你没有任何失职，明白吗？臣明白。退下吧。小婉，朕与皇额娘这番深谈，令朕震撼，也知晓了局势的凶险。朕三思之后，决定同意皇额娘的条件。皇额娘的处理如此有智慧，真是皇上的福气。皇上同意了皇额娘的条件，小婉这是打心眼里高兴。小婉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与皇额娘闹宁死掐，真是那样的话，这整件事就毫无转圜的余地了。宁静致远，隐忍负重。董姑娘对皇公子的一席话，那可是如余音绕梁，皇公子从来不曾忘记。了不起！惊涛裂岸，黑云压城之时，皇公子还有心情说笑，小婉呐，真是服了。等着瞧吧，等有朝一日，朕解散了议政会议，这纸约书便是一张废纸。待朕乾纲独断，文治武功，彰照天下之时，朕将重立新后。朕真正的皇后，只能是小婉，只能是朕挚爱的董小婉。朕与小婉，还将生下满汉合璧的阿哥、格格。你看看，有了皇帝的约书，议政会议应该放心了吧？有皇上这份约书，老臣们就放心了。老臣代表议政会议向太后娘娘鞠躬致敬。太后娘娘又一次化解了朝廷的危局啊！是太后娘娘圣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坐吧，坐。啊。这件事是哀家应该做的，也是必须做的。说实话，皇帝这份约书来得不易，哀家同皇帝这番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。
太后娘娘，臣深知这份约书来之不易啊。臣看到了皇上的亲笔约书，感动至极啊。臣心里明白，皇上是在太后娘娘的苦心劝说下，为了大清的安宁，才做出了牺牲啊。敖大人，太后娘娘已经将危机化解了，这是我大清的福分呐。太后娘娘，这份皇上的约书还是放在慈宁宫吧。不，皇帝的约书是对议政会议庄严的承诺，理应由议政大臣保管。若是皇帝做出任何违约之事，议政大臣就可以拿出来行使你们的权利。郑王爷是议政会议的首席，这份约书还是放在郑王爷那里吧。哎，不，对，郑王爷放你那儿最好。哎，不，约书啊，还是放在太后娘娘这里吧。郑王爷，别客气，这是大事，得照规矩来。那老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太后娘娘，老臣手拿着皇上的这份约书，感觉真是责任如山呐。老臣相信，这是皇上唯一一份写给议政会议的约书。这种事情，往后永远不会再发生。不错，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，也不可能再发生了。是啊。婉儿啊，今日朕不歇南院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可以退下来。皇上别赶奴婢，时辰尚早，奴婢哪敢入睡？奴婢也想听听娘娘的仙音仙曲。皇上，这婉儿在南院也尽心尽力，今日皇上高兴，不如就让婉儿留下来，咱们一起乐呵乐呵吧。好啊，既然德妃想让你留下来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奴婢谢过皇上，奴婢谢过娘娘，快起来吧。是，姐姐进宫以后便没有正经唱过曲子，今天姐姐册封为妃，我们应该唱曲祝贺呀。这夜深人静的，姐姐怎么敢放声高歌呢？要不是皇上想听曲儿，姐姐可是连唱都不敢唱。皇上今天怎么突然想听曲儿了？今日朕的心情跟扣扣一样，朕好不容易才给了你一个名分，今天必须要好好庆贺一下。小婉，从今日起，你在宫里就可以自由了。你想出南院去走走就去走走，你想在南院唱曲儿就唱曲儿，没人再敢说你什么。是。那臣妾在此谢过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拿起，这里坐。谢王爷。本王的这个灵珠妹妹真是颇为聪慧啊，了解本王，她竟然猜到本王会有秘密的行动计划。此事连我阿玛都不知道，她能猜得出来，了不得。王爷果真有秘密行动，那王爷是何计划？能否告诉纳奇？纳奇啊，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们男人的事，你不用知道那么多，啊？王爷不告诉我，可有人会告诉我的，是吧，哥？纳奇啊，若王爷不告诉你啊，哥哥也不敢告诉你一个字。
君望看不足，行宫见月上仙色，夜雨闻铃长断声，天旋地转回龙日，到此踌躇不能去。皇娘，德妃已遵照您的旨意迁入了钟粹宫，但是没有您的旨意，她还不敢过来给您请安，所以儿子就先过来向皇额娘致谢。既已封妃，便该住进后宫了，皇帝谢什么呢？儿子谢皇额娘为儿子做的一切，儿子也深知您对儿子的一番苦心。既然皇帝知道额娘的一片苦心，额娘有一些话想告诉皇帝。皇额娘请说。董小宛从一个汉人歌女成了如今的德妃，但这个德妃是皇帝强行册封的，并没有得到额娘和后宫众妃的认可，因此德妃要用一段时间学习如何与众妃和睦相处。王娘说的没错，德妃啊，还需要皇额娘您悉心调教。德妃刚进后宫，还有很多的规矩都不懂，还需要好好的学习。是这个理，名分上董鄂氏是德妃，但上面还有皇后、皇贵妃、贵妃。其实最上面至高无上，德妃必须要万分尊重孝敬的。只有皇额娘您呢？皇帝这话不全对。后宫的诸多规矩需遵守，德妃要面对的是后宫众妃，必须懂得尊卑礼仪，不只是尊重额娘一个。是，儿子说错话，儿子是想讨皇额娘一个好。会很浅很浅的。现在妹妹随我去趟咸福宫，见见索尔纳。姐姐要去咸福宫见静妃。姐姐不怕静妃把我们刻薄一顿，再给轰出来？哼，这索尔纳脾气虽大，可是面对共同的强敌，她是会知道分寸的。走吧。娘娘，皇贵妃娘娘和贤妃娘娘来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姐姐。这灵珠来这儿做什么？她呀，这是来自讨没趣的。
坐着吧。这里是本宫的咸福宫，你不必行礼问候。不行礼问候也就罢了，客人来了，不请坐吗？哼，客人，我何时请过二位来咸福宫啊？我没让你们吃闭门羹，已经是够给你们面子了。有什么话快说吧。说完了，门在那边，请自行滚蛋。本娘娘不送。你，皇贵妃娘娘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我看这咸福宫啊，就不是个人待的地儿。妹妹别着急，本宫话还没说呢，怎么也得等本宫说完了再走啊。皇贵妃有什么话便说吧。本宫一会儿还有事，别耽误太久。哎，姐姐，妹妹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你称本宫姐姐，还道歉，还自称妹妹。哼，这今儿太阳是打哪边出来的呀？这太阳还是从老地方出来的，只是那董小宛已经升为德妃，迁进了钟粹宫。倘若事情再照这么发展下去，那所有的宫房，除了钟粹宫以外，都会变成冷宫。大敌当前，妹妹愿向姐姐道歉，冰释前嫌，一致对外。姐姐，皇贵妃娘娘说的对呀。如今大敌当前，我们得冰释前嫌，一致对敌。好吧，那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对付这个董小宛吧。里面请。事情重大，臣妾们希望皇后娘娘带领我们去见皇额娘，将我们对董小宛的想法禀报皇额娘。皇额娘要想见我们，自然会传旨过来的。可现在皇额娘并没有旨意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皇额娘了吧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是打扰呢？董小宛现在已经与我们同居后宫了，我们该如何同这个汉女妃子相处？臣妾认为十分有必要听听皇额娘的旨意。皇后娘娘，本宫也有句话。从前，索尔纳可说是与皇贵妃势不两立，水火不容。可皇贵妃竟能说服本宫一起来见皇后娘娘，本宫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竟能与皇贵妃言归于好。为何？皇贵妃一句话说服了本宫。她说，任由此事这样发展下去，恐怕这日后，除了董小宛所住的钟粹宫以外，其他各宫都要变成冷宫了。皇贵妃和静妃的话，本宫认为大有道理。这皇上突然立董小宛为妃，本宫也是颇感震惊。但皇上刚刚册立本宫为皇后，总不能这么快就违逆圣意呀。还盼各位妃嫔能理解本宫的难处。臣妾十分理解皇后娘娘的难处，这德妃毕竟是皇上圣旨册立的，咱们为妃的也是不好说什么的呀。万福金安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这么整齐来看哀家，这是谁的主意？谁带的头？
要说请安，也不是规定的时辰呢。回皇额娘，臣妾本不想来，是他们到坤宁宫请求臣妾，说定要来同皇额娘说说话。是德妃的事吧？那是哪个的主意？怎么没人承认？皇额娘，来慈宁宫是臣妾起意带的头。这2日，臣妾们一直都在为董小婉封妃一事感到寝食难安，颇多不解之处。这德妃便要同臣妾们一同侍奉照顾皇上、皇额娘过日子了。可是这德妃身份特殊，我们该如何与她相处？臣妾认为颇有必要听听皇额娘的意志，所以臣妾斗胆冒昧。皇贵妃这个主意不错，你们也来得好。你们自己来，更显出你们对此事的态度，免得皇帝多心。这比额娘传你们来好。灵珠，你坐下吧。臣妾谢过皇额娘。皇额娘，臣妾因怕打扰皇额娘休息，因此没敢起这个头。多纳，你好糊涂。董小婉的事是大事，你应该知道事情的轻重。这件事，皇贵妃就比你更有担当。皇额娘，臣妾知错了。臣妾的毛病便是怕惹是非。不过皇后娘娘在听了臣妾们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后，还是立即带臣妾们来慈宁宫讨皇额娘的旨意。而且皇后娘娘还毫不留情地告诫了2位贵妃，让他们不可以再亲近那董小婉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既然皇后告诫过了，那么额娘就不再重复说这些话了。那2位贵妃是如何回应皇后告诫的？皇额娘，董小婉进入后宫，与在南苑性质不同，臣妾会注意与董小婉保持距离的。兰贵妃为何不说话？皇额娘，臣妾能升为贵妃，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。臣妾叩谢皇额娘天恩。好，你已经谢过恩了。如今回答额娘的问题，你还会同董小婉认姐妹吗？臣妾不敢。臣妾与德妃会保持距离的。这个距离定要分明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皇上没个正形。小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正式开始后宫的生活了。是啊。朕呢，最近忙于朝政，没有多少时间过来看你。与皇额娘和众妃相处的诸多事情，朕希望你能够妥善自理。皇上您放心处理朝政吧，这后宫的事，小婉会妥善自理的。哦，对了，明日皇额娘啊，要召集你们众嫔妃到慈宁宫的
后花园品茶赏花，你要准备一下。小婉也要去吗？当然。天哪，小婉可得要好好准备一下才行。皇额娘，臣妾们是担心，若我们无意之中与董小宛起了什么纠纷冲突，这董小宛一定会向皇上进言。皇上偏宠董小宛吗？臣妾们一定会受到责罚。这件事，皇帝已经向哀家保证过，德妃与众妃相处之事，他绝不过问。如果真有了什么冲突纠纷，哀家自有公道。若是德妃之过，不仅哀家，皇后、皇贵妃也有权责罚犯过之人，修炼沉静之气。很好，额娘甚感欣慰。臣妾谢过皇额娘。姐姐这衣服真好看，是吗？扣扣，你说我明天穿这身衣服去拜见皇额娘，怎么样？姐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只是姐姐能穿的衣服啊，实在是太少了。这后宫嫔妃的衣服全凭皇上和皇额娘赏赐，都是依据名分和地位来定的。皇上倒想赐姐姐一些新衣，可都被姐姐拦住了。有这2-3件足够了。本来姐姐在后宫就恩宠过多，倘若姐姐再不知深浅，就不知又会给皇上平添多少麻烦。这件衣服还是当初我们刚入宫时，皇上吩咐制衣局为我赶制出来的。姐姐，要不我们再试试这件？好啊。扣扣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姐姐穿这件衣服啊最好看，明天姐姐就穿这件衣服去慈宁宫请安，到时候啊，一定让那些妃嫔们都妒忌死呢。那便不能穿这件了。啊？这为什么呀？姐姐的穿着以得体为宜，不能招那些妃嫔们妒忌，否则的话，以后更难在宫中立足。算了，还是穿回之前那件吧。还是那奇刚送进来的这身衣服最漂亮，最精美。妹妹，你觉得呢？姐姐，你穿哪件都好看，不过这件更为精致，更有一番韵味。姐姐今日如此精心打扮，是想明日去慈宁宫压住那德妃吧？德妃是必须要压住的，她那几身衣裳怎能与本宫比？不过呢，德妃只是原因之一。明日皇后娘娘也一定会凤装华服，尽显她的雍容高贵。本娘娘这份精心装扮，是要将她的风头也一并压下去。